试一下，就是第二段第二句，无论透风啊落雨，无正惨，毋是透风过落雨啦。吼，知影我意思吗？好，啊是或是，不论刮风或下雨，所以毋是也是，毋是无论透风也落雨，无正惨是无论透风啊落雨。咱做伙来经。反复之后，第二次最后音会高上去的那里，好，啊，第一个音哈，弹第一个音没关系，然后我们要直接唱反复的段落唱结束，因为另外一首比较难，要花比较多时间练。第一个音，感谢，好，预备，来。全家团自己，团到街头咁用力，全家团自己，无论透风或落雨，全家团自己，团到街头咁用力，全家团自己，无论透风或落雨，条条不要你当丢丢，快快乐乐谈自己，条条不要你当风雨，快快来谈自己。好，爱会记住哦，无论透风啊落雨。好啊，好，这是请咱阁提到信息的483首，啊，这首信息真趣味，我之前嘛无啥唱过，好，所以那个请思琴先弹旋律，我们需要读一下歌词，就弹给大家听，主旋律就好哈。好，咱做伙来读第一在歌词预备，来，伫厝内面，伫厝内无分南北。直直透到全世界，拢契合做大家族，四海一家。哦，真趣味吼，还行吗？好，其他歌词呢？好，唱唱看。对头来第一集预备，来。第一次来我婚纱。近景捌唱过野手，之前唱过的，好，非常少数，所以第一节哦，再唱2次，好，第一节预备，来。第一次来不洒，第一次来不混乱，滴滴祷告在世界。信息咱若是有机会注意看，下骹什么人写的起？陈世志校长吼，台湾的曲用阿美族的旋律吼，所以虽然较无熟，要毋过咱若是注意听，最后一句敢若换一首歌吼，真有意思吼。要毋过咱透过伫厝内无分东西南北，咱会当做伙敬拜上帝是好定稳定，只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有再去写礼拜。礼拜
一时礼拜时间已经到啊，请大家备慢心。夜红花林敏有稳定，无紧紧想起，阁有丰盛的自爱。咱即马来唱圣诗第483首，伫主内无分东西。请起立。用内西亚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白，这样。
遐济。篇英文第6篇，伫信息后面，我来替会众来译。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我毋参加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互我放撒伫阴间。你会支持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来创造天地万物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有即个福气，甲健康的身体。今仔日咱做伙甲三旗教会伫通教会同心合意来敬拜，求你圣神降临阮的中间，祈求阮每一个人。求你加倍因果，今仔日讲传道的出世的牧师，求你赏赐伊口才甲能力，做阮逐个人的光甲指引。嘛求你，互今日服侍每一个人，拢交托伫你的手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免。是咱来读圣经，创世纪9章8节到17节。以及罗马书1章14节，上帝甲拿雅甲伊的囝讲：当我甲你以及你的后代的立约，嘛甲遐个甲恁做伙对大船出来外面，包括飞鸟、奸尸、野兽、利用，我甲恁立约。所有肉体的生物，袂阁互大水消灭，嘛袂阁有大水毁坏全地。上帝阁讲：我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会永远的约。我要互天出现伫云里，做力量的记号。我要互份夜地天出现伫云内的时，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袂阁互水泛滥，毁灭所有的生物。我看到天伫云内出现。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永远的约。上帝对拿雅讲：
这就是我甲地上十款有肉体的生物药药的记号。罗马书，无论啥物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有我迫切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互你伫罗马的人。赞美，请三秦教会。同
亲爱的敬兄弟姊妹，夫人牧师、佩慈牧师，敬中职同工，大家平安。平安。我一开嘴就要甲大家谢谢咧，因为佩慈牧师真用心，昨有传就报互我教导，总是我老到去即个读经的部分、圣经的部分，应该是伫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7节。如果同工您的速度够快，请协助转换成把创世纪的经文转换成列王记下4章1到7节的经文。第一句话就讲地抱歉，就讲歹势，也某一种角度恁来发现我古说人即个而且讲牧师即个欠点伫倒位啦吼，就是有方向，但是即个细节常常去甲伊忽略去，请敬兄弟姊妹来包容。即时我的心情除了欢喜，阁有加上一寡激动。总是即个激动，袂当互我讲停起来，莫讲啦。真想要讲莫讲，安尼就直接来募款奉献，安尼较紧啦。安尼实在是，咱讲太直接了啦吼。实在我嘛要表达，这就是我即马现在实际的心情啊。15年前，做神学生修派来伫遮实习，甲大家做伙团契服侍，建立主内肢体的关系，互我有真好、真美好的经验。对一个完全无墓碑的即个神学生来讲，一间咱讲伊一个中型以上的单位，会当互我等遮看。观察，互我真自由的发挥，这实在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总是嘛要甲各位来分享，我伫花莲玉山实行读书，为何会受派来到桃园教会？实在是花莲我的故乡，伫新竹的所在。迄时。我的大汉囝甲第2个囝分别伫国中、高中、青少年，难免有歹管教的遮个现象，嘛不止互我甲妈妈来操心啊！总是操心即个手无够长，囡仔要安怎调皮捣蛋，咱随时说袂着嘛，真忝安尼，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就来申请转学，先转学到大神，大神的缘故，才受派来桃园教会。这段小小的故事，等下搁补充。是毋是咱的同工已经将列王记下这个4章第1到第7节的经文，邀请敬兄弟姊妹因为。进前创世纪的，毋是今仔日引用的，所以邀请敬兄弟姊妹，咱同声来读一解啦，来请。有一个神秘的学生的果，对以撒来求讲，列王我用伊死，你在以前应许上主的啦，最主来要让我命最好的，以撒。
所分享怎样会到唐教的实施。有即个过程，继续也要来讲起我的老大甲第二个分别有安尼的现象啦吼。老大读高中1年，才读第1学期，伊就转来讲读书无意思，要休学，要去外口拼看卖，安尼敢会通？恁若是爸母，高中读1学期讲无爱读啊，我搁直直，囡仔若要安怎？通常我就甲伊陪到底啦。陪迄皮他的皮场的皮啦，我着陪伊陪到底，嘛陪到底啦吼，了到底安尼。决定休学要出社会，我带一点嘛因为安尼甲伊做伙来休学，然后伊去加油站打工，徛园区工作，也去快炒店甲人捧盘仔，去甲美容院。来水头门等等，当然，迄阵我就爱加减，家己再出再入。我的第二囝搁较厉害，啥物款的厉害？高中开始考卷，差不多是签名就会当交卷去类的啦。我实在是苦笑啦吼！我讲至少你还搁知影伫考卷面顶来签名，才通好交安尼。迄阵上惊就是。早起8点左右就接到学校来的电话，讲恁囝为虾米还袂到学校？所以，伊当时对我来讲，迄是真袂小的困扰啦。吼，对我要继续行升学，成做团队者这条路，实在是真大的挑战。我有新学生，嘛有做人老爸的身份，升学院的功课。搁应付会来，但这个父亲的角色，因为路途遥远，对囡仔关心的行动实在是无够热。迄阵若无转学，若无桃教会愿意用稳定的角度来帮衬，互我会当就近来照顾家庭，对。后来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团队者？囡仔是毋是行正直的道路？回头转来看，的确有真大的影响。我受派来唐教会，会使讲一礼拜，周间若想要转来，就会当倒转到新店。拜五、拜六、拜日的暗暝，还阁会当留伫厝诶，实在是真大的便利，对我来讲。后来受派来唐教会，我渐渐才知影，唐教会的组织分工也拢照正。其实，若是照着需要即个角度来讲，并无欠我啦，哦。逐款的团契、逐款的组织，甚至连安排伫团契分享，就拢毋免我啦。我的角色啥？就干那参与，就干那参与尔。不过因为恁伸手亲像即张图片，恁伸手。伫迄个上重要的，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重要、关键的时刻。唐教会愿意伸手，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救命的记号。我要用安尼的一个过程来回应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孩子救命记号。讲到即个记号，咱大心要对圣经即个记号深入来讲起。咱来看
圣经怎样将即个记号甲新约甲伊牵连做一伙？新约即个词，无论是伫希伯来文，还是用阿兰文所写的旧约圣经，或者是希腊文所写的圣经，伊拢有即个新约。咱编圣经的时阵，袂去看着记号两个字，总是伫原文的意思，也拢有记号的意思。应该是讲记号搁较接近原文啦，会使安尼讲。英文的翻译通常用 sign 来表达，也名词有即个签名动词啦动词有即个签名、签约，名词有即个记号，或者是一个现象、掉头、拍手势，遮个等等的意思。通常牧师若是问讲，新约是上帝的作为，简单是上帝的作为吗？可能信徒直接的反应也是啦。如果我来用另外一个名词讲记号，简单是上帝来所做吗？可能咱就会小心一下。讲敢若记号较无遮神安尼，新约较神安尼，毋是即回事啦千万莫误会，记号无一定是出自上帝，也可能出自人。伊圣经的意思，可能也是对抗上帝基督的势力。几个咱就真容易来了解。出来记记写法老王，才的法师用即个法术，和拐仔变蛇。哥林多后书伊遐写。在1940伊遐写起，撒旦的能力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嘛是一个现象嘛。启示录13章也记载有3个6，即个3个6表示是亵渎上帝的手啦，所代表的数字，所以是对抗的，遮个。也有记号的一个意思，所以记号主要的概念是通过一个事件，或者是讲特殊的事件、事物，代表要传达特定的信息啦。对了解记号的意思，进一步来了解新约的内涵甲意义。咱会当小看较明白啦当咱讲新约，你要一直强调迄个超自然的现象，迄毋是全部啦。牧师无讲超自然的事件，迄毋是新约。若是讲记号所要强调的，毋是迄个超自然的现象，也是讲迄个非常的现象。可以安尼讲。某一种的事件现象，咱来去观察，去甲伊体会，去甲伊见证出来，背后所隐含上帝的信息甲观念啊。对于记号新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咱要来看旧约的圣经内容记下的记载。即个新约，即个记号是发生伫123帮站一个先知学生的某，伊欠债还债的事件，伊欠钱，尾也要还钱的即个过程即个123先知帮站即个先知的学生所显明上帝拯救的信息，藏伫即个内底。有一个先知的学生的某对123伫遐哀求，你的仆人，我的丈夫一定死。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但祭主来要掠阮两个囝去做奴隶啊！敢讲咱袂好奇吗？咱袂有疑问吗？因为啥讲敬畏上主的人负责呢？
有欠债呢。啊，即马牧师嘛欠债迄排名声呢，咱拢会甲牧师贴标呢。牧师嘛欠钱咧排名声，这毋是做上帝的工呢。啊是欠偌济，爱用两个鼎去烧拄来还债，是袂晓理财吗？乌白开钱才安尼吗？哦，这可能是咱看圣经要提出来的问题啦吼。照犹太即个学者的传统认为，即个欠钱神殿的学生，伊的确是去借钱啦。啊，伊是怎样去借钱？记载伫《列王纪上》18章，有一个先知的名叫做俄巴底啦。俄巴底四过借钱去供一个100个和亚西别奉孝追杀的即个先知。所以为着上帝国、上帝的国度去借钱，三旗教会就经验啊，为着上帝的国度去借钱来建立、来起教会。所以，毋是做上帝的仆人，大家拢无欠钱啦，毋好有即种刻板的印象。即个俄巴底为着要照顾这一个100个和亚西别奉孝追杀的先知，伊四过借钱死后，伊的某无力来还债，伊莎吩咐伊去甲厝边借空的器具愈做愈好，将借到的器具摕转来厝内，搁将最后一帮油浸满伫借到转来遮的器具，然后伊丽莎叫伊去卖油还债。这之后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阁会通度我。这个事件的经过，真正就照伊丽莎所吩咐的，妇人甲因两个囝，特别是迄两个囝勉强压去做奴隶，伊甲伊的囝会当搁靠遮卖油剩的来过生活。这个事件就显的记号，表面上看起来是害债、解决债务的危机，实际上咱真知这是救命，救了一家庭人的命。这个记号显明上帝的权能甲信息，通过伊丽莎的指示，也通过寡妇，伊还未看明，毋知影未来会如何，甚至咱若是信心无够野，会想讲伊丽莎先生叫我去借空的器皿要创，佮用最后一罐油倒遮侪罐，哪有可能？是毋是咱会产生即个怀疑？等等，则无去读。总是即个先知的学生的某，就照指示安尼去做，愿意听从，佮努力尽力去完成先知所交代的过程。最后显明上帝为寡妇甲两个囝开一条活路的权能甲信息。欠债是即个故事因素，还债是一个过程，总是上帝的救命，这才是实情啊！讲到欠债、还债即回事，伫世上即个世俗的顶面，咱除了知影欠金钱即个债务以外，民间流传还佫有一寡情感方面的债务形容，譬如讲，平世人若欠啥物人的债，今世就爱来还。哦，可能咱伫咱的生活，咱常常听到欠你的，哦，或者是翁仔某之间
亲情也是血统面顶的，咱也听过翁仔某是相欠债，若是要做多做较少，就开始计较，啊，啥毋知影欠来欠去，也毋知影是翁欠某，还是某欠翁较侪，迄拢真歹计较，真歹分啊啦吼。父母对囝儿之间无条件的付出，迄种疼，即种关系上的债务，一旦你若去会连着啦吼，就真歹分清楚。你要为对方付出偌济，爱害到什么时阵，才通将即个疼的债务该还完？对即个角度来看，山崎教会嘛欠唐教会一届啦吼。即个疼真歹分清楚，到底是唐教会欠阮，还是阮欠伊的啦？总是牧师是用较轻松的角度来讲。回想当年我逐日至少会当互我伫需要的时阵，会当放心回家，关心管教囡仔。不过路途遥远，当初伫花莲的时阵是无即种可能性。如果读书无法度兼顾家庭，放弃即条路，其实也不时出现伫我的头壳内底。当我的大囝已经成家，也有稳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囝，即摆还搁伫海上做船员，一离开台湾，就要6、7个月以上，靠着上帝的关心，我通来伫遮来侍奉，这是我真感动的啦吼。靠着上帝的关心，让我的两个囝也渐渐来伫遐稳定落来。所以当年大神互我转了唐教会意料之外啦。我为什么要讲意料之外？通常教会要接纳新学生，第一，我已经算嘛，我教会有需要，是毋是某一个时间欠人，我才去申请？第二个，我教会是毋是有教业的金钱来付即个新学生的实习的费用？这免不了的啦。哦，这个咱拢一定会考量的。总是我发觉，唐教会毋是用安尼的角度来接纳新学生。伫还未事情还未明朗的时阵，也特别感谢牧师娘师母，伊愿意耐心听探，听候上帝的信息。这个过程对阮来讲，害济啦，害啥物济？亲子关系的债务，这是救命啊！关系我甲囡仔家庭的将来，这个记号是新约的发生，是上帝的信息关联隐藏伫内底，关系。感情的债务海海之外啦，咱讲起来顶顶实在是恶咧害啦。无需要讲到，若对咱的身份咧，对基督徒来讲，为什么债务嘛真恶劣？算清楚。保罗原本是反对耶稣是基督，但伊伫大马士革的路上，拄着光死人该照。佮听着耶稣的声音，伊的目睭3日看无食也无啉，这个过程是上帝要换新伊的性命的记号。讲倒转来，就是拯救的记号。耶稣救了伊的命之后，互伊日后申请伫遐感受。爱孩子，当耶稣救了你之后，你是不是有感觉要还债？
这是欠主耶稣的，所以伊伫后来，咱对保罗的书信会当看到一个形态，就是伊拼伊的命来害济，传扬耶稣是基督，搁伫十字架顶死过活拯救的福音，来害安尼的责任。罗马书第1章14到15节，保罗写出对欠债害债的感想。伊感想即个拿实即个箭头的下面即段经文，也邀请兄弟姊妹甲我做伙来读啦，吼，咱做伙来读来请。一个原本伫血统上，或者是讲亲人的关系上完全无牵连的一个关系，保罗讲出安尼的话，安尼的债务早就超过关系性啦。一个基督徒受拯救，自然会生出即个团主的名的一个使命，应该会感受欠人福音的债。安尼的关系是定根伫主基督改变拯救了保罗性命的即个基础上。保罗热切传扬主耶稣的经验，不就是提醒咱，也欠了福音的责任。三峡教会是客家中会，看到新丰地区福音的需要，19年前所开拓的教会。换一句话，三峡教会是上帝救回来的啦，我们是上帝救回来的，我们这条命是上帝救回来的。然后呢，没有到这边结束，上帝救咱倒转来，是要来向新丰客家地区福音的责任啦。我到三峡教会，知影教会建堂也有贷款，也未害完。我也知教会有设备爱换新，我也知爱动用建筑基金来补贴经常费的需要。这个伫有形无形的中间，影响着咱害即个三峡教会的福音的责任。我的心无可能无着急啦。既然知影，无可能当作无看的，会着急。所以，伊才放胆，正兄弟姊妹来讲起安尼的事，恳求上帝的记号发生。拄仔复兴牧师为阮来祈祷，真谦卑讲，愿希望糖会当补阮最后几块针啦，建定的针啦。我要讲，补阮大条，补阮即个年，拢家顾起来，哇！即个有形的，我知影我爱拍拼，互我更较感动，迄是无形的大条，无形的牛啦。我想对三峡教会，我也要真诚实讲，可能过去毋捌有安尼的机会，阮拢无唱啥物，咱看到的全部拢伫遮，我们全部都在这边，一点隐藏都没有。阮做伙行动，做伙服侍，无形中用做伙甲阮牵连起来，这是桃园教会互阮的机会，搁较是阮服侍的动力，
我想这也远远超过即个有形建堂欠偌济的数字。感谢，感谢大家。礼拜的第一首圣诗，咱唱伫主内无分东西南北，伫耶稣基督的家，对东西南北拢来，大家属主一体。感谢堂教会的接纳，通过妇人牧师的牵线，实在讲，我也有几间教会来讲起安尼的事。初我的信心也无够啦，我是讲妇人牧师可能看看，怎家放咧裤底啊，怎已读不回安尼，真感动啊吼！台语即个词真好，我甲妇人牧师、甲佩斯牧师拢伫南中起来。台语讲相听啦，我真爱即句话，相听好，相听好，真有力啦吼！华语就毋知要安怎互相支持，好像太弱了这样。相听，迄个相听的感觉，其实我甲妇人牧师无真侪同工的时间，总是伊互我感觉迄个相听，伫主内相听的快乐啊。也通过小会的认同，恁为即首诗带来上好的见证，伫主内无分东西南北。而山脚教会因为建堂的需要，会当伫遮来报告阮的欠用，三甲敬拜上帝，也甲众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咱拢有领受耶稣真义救命，我特别用救命。我知影即个救命的词，毋是圣经原文的翻译，总是要互咱更较体会咱家己的文化当中迄种张力。譬如讲，你若伫咧路拄着危险，要人抢劫，或者是讲什么紧急的危机，伫当下你会发拯救啊，还是发救命啊？救命啦吼！我是用即个救命对咱来感受迄个会搁较强烈啦吼。但是总是无违背上帝真理即个意涵啦吼，包括身体、心理、心灵迄个全人的真理。咱拢有领受耶稣为世人害者救命的记号，即个信仰，愿咱彼此祝福。我山脚教会欠堂教会的疼甲慷慨，伫主内底感情的济，阮会当做的，也要对山脚教会讲，当咱转去以后，继续努力，尽力将安尼的疼，咱而且感受的疼，甲慷慨传扬出去，这也是回应诗要所吟的。愿咱通过所吟的诗，搁再一届回想上帝对咱无限的恩典。感谢上帝，通过堂教会，阮会当欢喜来到这个所在，阮也要欢欢喜喜转去，和福音的祭物。也伫讲道结束之前，也互牧师奉上花语场，有邀请一位郑弟兄，伊要来分享伊生命对高峰摔到谷底的一个见证，特别伫金钱上的欠债，对一般来讲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数字，对伫打拼要到即个高峰无拍算，摔到谷底，搁再互上帝拯救，即个心灵拯救的见证，
也邀请，如果咱的时间会当的，咱来继续来参与华语第二礼拜，咱三角来祈祷。阮同心谦卑伫主的面前，恳求你，搁再一届赦免阮的软弱，阮内底的罪性，阮常常受着主的拯救，却袂记的爱来限制的稳定。恳求圣灵继续来提醒，互阮欢喜为主来活，也欢喜为主来做工，也欢喜为主来传上帝国福音的见证性命。感谢主的引带，互阮会当三角组织，对你的话语当中，恳求上帝的开力加添伫众兄弟姊妹的生命内底，互因经验着记号，会当成做上帝的信息，也有上帝的权能的信命。愿将安尼恳求、感谢、拜列，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咱做伙来唱献诗541首，将听传出去。请起立。一时来奉献，请黄慈辉来建议。
阮感谢你，阮所欠缺的，你拢会恩典满满的予阮。即摆阮嘛要奉献淡薄的金钱来做福音的使用，由你来感纳。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时要来报告的大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周报第一页天书单后壁的上下骹，我念一遍，会众通记。互相相听的坐以外，绝对无通欠人啥物，因为欠别人的。必加有阮先律法的要求。罗马书13章8节，请。部第一页甲第二页的服侍甲聚会表，请兄弟姊妹甲你看。奉献若有问题，请办公室。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任欢迎沙溪教会副牧师带领献歌队甲本会正道分享，请为着沙溪教会建堂事工大道奉献。欢迎礼拜会请。沙溪教会弟兄分享从创业、倒闭、蒙主拯救与还债的见证，请兄弟姊妹参与。礼拜堂外口有沙溪教会为着建堂而卖的毛线娃娃钥匙圈，请兄弟踊跃购买。团导部会伫中昼时12点半伫7课仪式召开，请部员出席。请检账委员蔡锦芝姐妹、黄巧玲姐妹下晡1点伫6楼办公室集合。教会公告：2020-26年临时护会中级选举，6月21号公告未有名录，7月5号公告受选资格的中级名单。会发选票甲投票，8月9号12点半截止。8月16号公告中级候选人名单。10月4号临时护会甲中级选举投票。教会消息：2026年暑期音乐营，云端上的音符，小小音乐家的恩典乐章。活动时间是7月14号到18号，以成果发表，地点伫桃园教会。课程的种类是儿童合唱、小提琴、大提琴、古典吉他与成人合唱。对象是国小1年级，器乐需要国小3年级以上，若有经验者除外。费用每一人3000，租借乐器自费。上课全勤的话，当大奖学金500块，成人合唱团每人2000元。报名方式，请扫 QR code 填表单。今天截止，好。传福音训练课程是对怀疑甲相信，时间是9月到11月。费用是教会全额补助，鼓励中级团工、小组长、甲有传福音负担的弟兄姐妹踊跃参与。
7月到9月的新安宫读经本第6楼办公室，请欢迎领举，请牧师补充报告。因为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咧，咱今仔日真欢迎山脚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咱中间。我想做牧师过去伫咱中间的服侍，有真侪兄弟姊妹，佫会记起伊伫教会设教125周年的演戏，当时是头毛上长的时间吼。伫即个舞台顶，伊会演耶稣吼，所以我想即对兄弟姊妹有一寡兄弟姊妹，佫会记起当时伊伫即个所在服侍，愿上帝帮助夫妻，透过咱今仔日做伙为着山脚教会来奉献、祈祷甲关心，随上真正是会当贴几块砖尔，总是。愿上帝帮助夫妻，山脚教会毋免行桃园教会者，只要行耶稣基督福音的者就会使。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互相的相听，就透过安尼的过程，真正祝福伫山脚教会以及山脚教会伫新丰地区所要传福音的这个节目。愿上帝帮助夫妻祝福，咱请山脚教会的兄弟姊妹以及细英牧师，请因起立，互咱来拍鼓欢迎。谢谢您今天的分享，请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站起来，帮我们欢迎。多谢。这是头一项的补充报告。第二项是咱的教会线内伫7月份会展开中级的初选，所以请咱准备心，会照这个时程来进行。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教会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我伫遮嘛要特别宣传，随上咱长老有特别宣传音乐营就是今仔日早起，所以要请咱大家来报名，欢迎咱大家会当伫即个暑期中间，会当有一个期间，会当好好享受音乐。随上咱啥物话拢袂晓，嘛会使，咱着有出一支喙就好，就是来唱成人合唱，所以迄个年纪无限吼，上限无限，所以请咱欢迎咱大家有对合唱有兴趣，以及出一支喙就好的音乐，咱就做伙来。上时我要伫遮来特别宣传2026年咱暑期的活动，除了咱的水学学会学校音乐营以外，咱阁有2队的韩国底旋队来到咱的中间，所以伫7月18号的中昼，即个咱到时阵我嘛会邀请咱的办公室，互咱用 QR code 来报名，因为免钱总是需要收集有偌侪人，大概会当参与，所以爱准备偌侪中昼顿啊。但简单来讲是安尼，因为会准备中昼顿，互咱大家来食做伙来啉食，所以这是韩国的特别是迄个釜山水陆长老教会42区是当年为着台湾来祈祷的一区，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因来到台湾，咱会当真好的接待以外，嘛会当伫这个所在来享受，甲因做伙嘛欢迎老家苏升旗教会愿意来吼，我嘛欢迎啦吼。所以这是第四是树林爆竹的音乐季，这是敬拜团邀请附近的4、5间的教会敬拜团做伙伫这个所在敬拜的服侍，像是假使咱若有较毋惊吵吼，愿意会当用迄个现代音乐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欢迎会当做伙来。上尾是一个青的营队，是韩国所有的长老教会伫咱中间有2天的青的营队，所以
欢迎咱中间老有心非常有诶，到时阵会互咱大家报名一下，后壁的三个活动拢免收钱，当时要邀请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的教会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祝福财献献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完备囝圣神三一的主上帝，伊所想事的拯救信心，伫恁的生命内底，成做恁人生永远的毋忘。对即时也到伫永永远远无煞。阿门。会众请坐，祝我请全乡教会圣歌队，愿上帝祝福你。
遍乐卧倒。弟兄姐妹互相行平安礼，耶稣爱你，愿你平安。
喂。是你在说找车位吗？对，因为那个就是在他那个扁桃腺，他结果抓到40度，他那个从来没有这样烧过。喂。昨天就听他聊。三天啊，然后就感觉扁桃腺他没有。然后把关于怀疑性啊，然后大家毛囊病理啊，毛囊病理啊。喂。这几个电话。我来看。无形物质加热鞋吗？123，test。可以上过。喂，有吗？有。喂。知道。